大家好，如果我同你講，你銀行戶口嘅未來，你買餸嘅價錢，甚至美國美元作為世界超級貨幣嘅存亡，其實唔係靠華爾街或者華盛頓特區，反而係靠住一條得3.7公里闊嘅細細條水道。而家就喺我哋講緊嘅時候，一場地緣政治嘅棋局正喺霍爾木茲海峽上演緊。呢件事有機會徹底改寫全球經濟嘅遊戲規則。我哋而家見到一場完美風暴美國、以色列同伊朗之間嘅熱戰，加埋全球能源危機，仲有一個大膽新提議。呢個提議有機會做到50年嘅一個帝國做到嘅事，打破美國石油美元嘅霸權。今日我哋會深入探討呢場混亂，我哋會睇下點解伊朗突然要求用人民幣買石油，點解美國軍事雖然好強，但而家都陷入咗一個困局。呢啲對你有咩影響？無論你喺紐約、倫敦定香港。第一部分，戰爭嚴重，霸權對抗挑戰啊！我哋由前線最新情況講起，而家戰爭實際上去到咩地步？根據特朗普總統講，美國而家處於一個前所未有嘅主導地位。佢同記者講，伊朗海軍基本上已經冇晒，空軍都被摧毀，佢哋嘅雷達同防空系統都完全被殲滅。就喺幾日前，美國中央司令部發動喺中東歷史上其中一次最強勁嘅轟炸行動，目標就係伊朗嘅王牌卡格島。卡格島其實係伊朗石油命脈，佢哋90%原油出口都係經過嗰個地方。雖然特朗普話佢出於人道理由鳩炸油田設施，但佢嘅信息已經講得好清楚。如果伊朗繼續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嘅油田設施，就會成為下一個攻擊目標。但問題就冇啦。如果美國軍事咁強，點解場戰爭仲未完？而家我哋就卡咗專家所講嘅升級陷阱入邊。第一階段，美國用咗隱形轟炸機去打核設施，戰術上嚟講係成功嘅，佢建築物變晒廢墟，但戰略上就係失敗。點解？因為美國到而家都唔知真正嘅核材料嘅變。專家認為伊朗有足夠濃縮咗可以整16枚核彈，而且佢哋好大機會喺美國第一粒炸彈落之前，已經將佢材料搬咗入地道同貨車度。所以而家我哋進入咗第二階段，橫向升級。即使佢喺傳統海軍捱緊打，伊朗都證明咗你唔需要一支艦隊都可以搞亂局面。佢哋用緊精確無人機同彈道導彈，集束彈喺特拉維夫爆炸嘅。伊朗好強硬，佢哋揾到方法反擊，攻擊全球經濟同埋打擊美國盟友，試圖由內到外瓦解聯盟。簡單嚟講，美國有把大錘，但係伊朗就將佢釘搬咗去第二度。世界之後，霍爾木茲有咩咁重要？要明白點解呢場衝突對全球市場嘅恐怖，你要睇下地理位置。霍爾木茲海峽係全球最關鍵嘅海上咽喉，佢係一條狹窄嘅水道，分隔住伊朗同阿曼同阿聯酋。雖然成條海瞰闊大約33至54公里，但實際上嘅大型郵輪用嘅航道淨係得大約3.7公里闊，呢個仲短過一條大型機場嘅跑道。但就係經過呢個狹窄嘅缺口，有全球20%嘅原油流過，即係地球上每5桶石油就有1桶係經呢度出產。
沙特阿拉伯、伊拉克、科威特同阿聯酋幾乎所有出口都要經過呢個咽喉。自從戰爭加劇之後，呢條海峽基本上已經封咗，而家有超過150艘郵輪被困，喐都喐唔到。全球石油供應每日減少咗1000萬桶，布蘭特原油價已經冇破100蚊美金。專家警告，如果封鎖繼續，可能會升到150甚至200蚊。其實佢哋真正嘅替代方案，佢係霍爾木茲海峽，世界根本運作唔到。呢度就係西方世界最脆弱嘅地方。伊朗知道，其實佢哋唔需要擊沉美國海軍，佢哋只需要令到全世界繼續打落去嘅成本變得太高就得。真1974年嘅幽靈石油美元時代，而家我哋咁講下，呢場戰爭入邊真正嘅大殺傷力武器美國。要明白點解伊朗新提議嘅震撼，我哋要回顧返1974年，超過50年嘅全球石油貿易都係由一條不成文規矩主宰住。如果你想買石油，你就一定要用美金去俾錢。呢個就係石油美元體系。呢個體系係由美國同沙特阿拉伯秘密達成協議開始㗎。呢個協議好簡單，美國會為沙特提供軍事保護同武器作為交換，沙特就會用美金定價睇啲所有石油，咁樣就造成咗全球對美元嘅結構性需求。全世界每一個國家，包括中國、日本、德國，都要持有大量美金，佢哋僅為生計就耗資巨大。呢個讓美國能夠喺唔崩潰嘅前提下積累巨額債務。我哋印鈔，全球買單以換取石油。到目前為止突發新聞，人民幣嘅出現，重磅消息嚟咗。一位伊朗高級官員透露，伊朗正喺度考慮有限度咁開放霍爾木茲海峽，佢哋會允許郵輪通過，但只有一個條件，石油貨物必須用人民幣交易，而唔係用美金。呢個係對1974年石油美元協議嘅直接衝擊。伊朗基本上係想關掉美元開關，通過強制用人民幣交易。伊朗其實做緊3件事：第一，佢哋繞過嘅制裁，呢個控制住以美元為基礎嘅銀行體系。如果你用人民幣交易，美國財政部就會變盲。第二，佢哋係幫緊中國壯大，呢個大大提升嘅人民幣喺國際上嘅使用，令佢成為美元嘅真正對手。第三，佢哋分化西方國家，伊朗已經同意大利同法國呢啲國家傾緊偈。如果呢啲國家真係冇渴求石油，佢哋會唔會願意用人民幣付款？如果佢哋真係咁做，美國嘅極限施壓行動就玩完啦。呢個唔止係貿易政策，根本係一場金融革命。伊朗利用咗對全球能源咽喉嘅控制，迫使全球貨幣秩序改變。第5點，影響世界秩序重組。如果呢個人民幣方案真係成事，影響會波及全球每一個角落。對美國嚟講，呢個簡直係噩夢。如果全世界唔再需要用美元買石油，我哋貨幣嘅價值可能會大跌，咁樣會導致國內出現惡性通脹。而家我哋已經見到油價飆升，糧食價格都準備大幅上漲。對特朗普總統嚟講，呢個係一場政治危機。佢曾經承諾要令生活更負擔得起，但而家佢陷入咗一場令美國選民所有嘢都變貴嘅衝突之中。對伊朗嚟講，呢個係一個生存策略，將自己經濟同中國綁埋一齊，佢哋就有一個強大嘅保護者。
中國而家已經買咗大約90%伊朗嘅石油。如果伊朗真係可以成功將貿易轉去用人民幣，佢哋就唔怕美國財政壓力。對以色列嚟講，呢個島嶼係生死存亡。當伊朗用集束彈藥同無人機發動攻擊，以色列面對一個覺得自己已經冇咗可失嘅政權。如果美國因為經濟危機或者國內壓力分心，以色列嘅安全保證就會變得更加複雜。對中國嚟講，北京就係個靜靜乜嘢贏家。當美國花幾十億去買轟炸機，中國就繼續高速發展。佢哋專注喺武漢、深圳呢啲工業重鎮發展人工智能同機械人技術。佢哋嚟到所需嘅石油，自己嘅貨幣變成全球強勢，最大對手美國又再一次被困喺無止境嘅戰爭入邊。至於香港，就有一個巨大嘅機遇。香港係全球最大嘅離岸人民幣結算中心。如果石油開始用人民幣交易，香港就會成為清算呢啲資金嘅地方。呢個有機會鞏固香港嘅新多極世界入邊作為關鍵金融橋樑嘅角色。14第6部分，跟住落嚟會發生咩事？通往第3階段之路。咁我哋而家會點行落去？模擬咗呢啲戰爭幾十年嘅專家警告，話我哋正走向第3階段地面戰爭。特朗普總統好大機會最終會覺得被逼要派地面部隊，好似第82空降師㗎入伊朗。點解？因為空襲揾唔到嗰啲核材料。美國唔可以喺伊朗政權嘅咄咄逼人嘅時候容許佢擁有核武，但係地面戰爭其實係冇得啲嘅選擇。咁樣會令到幾千個美國人送命，仲要再添幾萬億債務，仲有機會引發自殺式恐怖襲擊潮，蔓延到美國本土。未來幾個月，記住要密切留意霍爾木茲海峽。如果郵輪開始喐動，而且用人民幣結算，你就親眼見證緊新世界秩序嘅誕生。特朗普而家真係進退兩難。佢可以選擇接受政治上嘅損失，去談判一份協議，可能仲衰過之前嗰份，又或者佢可以加碼打仗，但咁樣可能會摧毀咗承諾，要保護咗經濟承受能力。有一樣嘢可以肯定，炸彈唔止係炸目標，仲會改變政治格局。而家2026年嘅政治形勢話俾我哋知，美國無人能敵嘅時代，美元正面臨迄今為止最大嘅考驗。喺霍爾木茲海峽3.7公里處，世界變化日新月異，我哋沿用咗50年嘅規則，正在實時被改寫，務必保持信息暢通。如果你覺得呢個分析對你有幫助，請點擊訂閱按鈕並分享此視頻。我哋將持續關注此事嘅發展。我哋下期再見。第3階段地面部隊部署嘅可能性有幾大？人民幣貿易會點樣影響石油美元體系？如果美國咁有主導地位，點解油價仲會上升？係咪真係主導？將台面一線移走。標題：世界上最危險嘅3公里。戰爭、石油同石油美元嘅終結。大家好，如果我同你講，你銀行戶口嘅未來，你買餸嘅價錢，甚至美國嘅存亡，美元作為世界超級強國嘅貨幣，其實唔係靠華爾街或者華盛頓特區，反而佢係靠住一條得3.7公里闊嘅細水道。而家就喺我哋講緊嘅時候，霍爾木茲海峽正上演緊一場地緣政治嘅棋局。呢場棋局有機會徹底改寫全球經濟嘅規則。我哋而家見到一場完美風暴，
美國、以色列同伊朗之間嘅熱戰、全球能源危機，仲有一個大膽新提議，有機會做到50年嚟佢任何帝國做到嘅事，打破美國石油美元嘅霸權。今日我哋會深入探討呢場混亂，我哋會睇下點解伊朗突然要求用人民幣買石油，點解美國軍事上雖然美國依然強勢，但而家都陷入咗一個困局。無論你喺紐約、倫敦定香港，呢啲變化都會影響到你。第一部分，戰爭現狀，霸權對抗反抗。不如我哋由前線最新情況講起。依家戰爭實際上發展到咩地步？根據特朗普總統講，美國而家處於一個前所未有嘅主導地位。佢同記者講，伊朗海軍基本上已經冇晒，佢哋嘅空軍都被摧毀，連雷達同防空系統都唔例外，全部都被徹底消滅咗。就喺幾日前，美國中央司令部發動喺中東歷史上其中一次最強勁嘅轟炸行動，目標就係伊朗嘅王牌卡格島。卡格島其實係伊朗石油出口嘅命脈，伊朗90%原油出口都係經過呢個地方。雖然特朗普話佢出於人道理由拒炸油田設施，但佢嘅信息已經講到好清楚。如果伊朗繼續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嘅油田設施，就會成為下一個攻擊目標。但問題就喺度，如果美國軍事實力咁強，點解長戰爭仲未完？而家我哋就卡喺專家所講嘅升級陷阱入邊。第一階段，美國用咗隱形轟炸機去打核設施。戰術上嚟講係成功嘅，佢建築物變晒廢墟，但戰略上其實係失敗。點解？因為美國到而家都仲未揾到真正嘅核材料佢變。專家認為伊朗已經有足夠濃縮嘅可以做到16枚核彈，而且佢哋好大機會喺美國第一粒炸彈落之前，已經將佢材料搬咗入地道同貨車道藏起嚟。所以而家我哋進入嘅第二階段，橫向升級。即使佢傳統海軍好犀利，伊朗都證明咗你唔需要一支艦隊都可以搞亂局面。佢哋用緊精確無人機同彈道導彈，集束彈藥嘅特拉維夫爆炸啲。伊朗好強硬，佢哋揾到方法反擊，攻擊全球經濟同埋打擊美國盟友。試圖由內部瓦解聯盟。簡單嚟講，美國有更大嘅鐵錘，但伊朗就將佢釘搬咗去第二度。第二部分，世界嘅咽喉。霍爾木茲有咩咁重要啊？要明白點解呢場衝突對全球市場嘅恐怖，你要睇下地理位置。霍爾木茲海峽係全球最關鍵嘅海上咽喉。佢係一條狹窄嘅水道，分隔住伊朗同阿曼同阿聯酋。雖然成條海嘯大約有33至54公里闊，但實際上嘅大型郵輪用嘅航道淨係得大約3.7公里闊，呢個仲短過一條大型機場嘅跑道。但就係呢個狹窄嘅通道，有全球20%嘅原油經過，即係地球上每5桶石油就有1桶係經過呢度。沙特阿拉伯、伊拉克、科威特同阿聯酋幾乎所有出口都要經過呢個咽喉。自從戰爭加劇之後，呢條海峽基本上已經封咗。而家有超過150艘郵輪被困住，喐都喐唔到。全球石油供應已經下降咗，每日少咗1000萬桶。布蘭特原油價已經冇破100蚊美金，專家警告，如果封鎖繼續，可能會升到150甚至200蚊。其實佢哋真正嘅替代方案，佢係霍爾木茲海峽，世界根本運作唔到。
呢度就係西方最脆弱嘅地方。伊朗好清楚，佢哋唔需要擊沉美國海軍，佢哋只需要令到全世界繼續打落去變得太貴就得。第三部分，1974年嘅幽靈石油美元時代。而家我哋嚟講下呢場戰爭入邊真正嘅大殺傷力武器——美國醫院。要明白點解伊朗新提議嘅震撼，我哋要回顧下1974年，超過50年嘅全球石油貿易都係由一條不成文規則主宰住。如果你想買石油，你就一定要用美金嘅俾錢。美金呢個就係石油美元體系，呢個體系係由美國開始嘅。當時美國同沙特阿拉伯做咗個秘密交易。呢個交易好簡單，美國會為沙特提供軍事保護同武器，作為交換，沙特就會用美金嚟定價嚟咗所有石油，咁樣就造成咗全球對美金嘅結構性需求。全世界每一個國家，包括中國、日本、德國，都要持有大量美金。佢哋只為咗維持生計而花費大量金錢，正係呢一點令到美國得以喺不導致經濟崩潰嘅情況下積累巨額債務。我哋印鈔，世界各國為咗獲得石油不得不購買佢。到目前為止，第四部分，突發新聞，人民幣嘅出現。重磅消息嚟咗，一位伊朗高級官員透露，伊朗正喺度考慮有限度咁開放霍爾木茲海峽，佢哋會允許油輪通過，但係只有一個條件，石油貨物必須用人民幣交易，唔可以用美金，美金唔得。呢個係對1974年石油美元協議嘅直接衝擊。伊朗基本上係想關掉美元開關，強迫用人民幣交易。伊朗其實做緊三件事：第一，佢哋可以繞過制裁，美國控制住以美元為基礎嘅銀行體系。如果你用人民幣交易，美國財政部就會變盲。第二，佢哋係幫緊中國壯大，呢個會大大提升人民幣喺國際上嘅使用，令佢成為美元真正嘅對手。第三，佢哋係分化緊西方國家。伊朗已經同意大利同法國嘅國家傾緊計，如果呢啲國家真係咁渴求石油，佢哋會唔會願意用人民幣付款？如果佢哋肯，美國所謂極限施壓行動就玩完啦。呢個唔淨止係貿易政策，根本係一場金融革命。伊朗利用咗對全球能源命脈嘅控制，迫使全球貨幣秩序改變。第五部分，影響世界重新洗牌。如果呢個人民幣方案真係成事，影響會遍及全球每一個角落。對美國嚟講，呢個簡直係噩夢。如果全世界唔再需要美元嚟買石油，我哋貨幣嘅價值可能會大跌，咁樣會導致國內出現惡性通脹。我哋而家已經見到油價飆升，糧食價格都隨時會大幅上漲。對特朗普總統嚟講，呢個係一場政治危機。佢曾經承諾要令生活更負擔得起，但而家反而陷入咗一場衝突之中。而家美國選民咩都變貴晒。對伊朗嚟講，呢個係一個生存策略，將自己經濟同中國綁埋一齊，佢哋就有一個強大嘅保護者。中國而家已經買咗伊朗大約90%嘅石油。如果伊朗成功將貿易轉去用人民幣，佢哋就唔怕美國嘅金融壓力。對以色列嚟講，呢個係生死攸關嘅事。當伊朗用集束彈藥同無人機發動攻擊，對以色列嚟講，佢哋面對一個已經低咗可失嘅政權。如果美國因為經濟危機或者國內壓力分心，以色列嘅安全保證就會變得更加複雜。
對中國嚟講，北京就係個正正咁嘅贏家。當美國花幾十億去買轟炸機，中國就一路向前衝。佢哋專注喺武漢、深圳呢啲工業重鎮發展人工智能同機械人技術。佢哋嚟到所需嘅石油，自己嘅貨幣變成全球強勢，最大對手美國又被困喺另一場無止境嘅戰爭入邊。至於香港就有一個好大嘅機會，香港係全球最大嘅離岸人民幣結算中心。如果石油開始用人民幣交易，香港就會成為清算呢啲資金嘅地方。呢個可以鞏固香港嘅新多極世界入面作為關鍵金融橋樑嘅角色。第6部分之後會發生咩事？通往第3階段之路。咁我哋下一步會點？模擬咗呢啲戰爭幾十年嘅專家警告，我哋正走向第3階段。地面戰爭有好大機會，特朗普總統最終會覺得被逼要派地面部隊，例如第82空降師進入伊朗。點解？因為空襲揾唔到嗰啲核材料，美國唔可以喺伊朗政權喺處處逼人嘅情況下，容許伊朗擁有核武。但係地面戰爭係個大窿，即係會有幾千個美國人送命，仲要多幾萬億債務。呢個仲可能導致自殺式恐怖襲擊湧入美國家園。未來幾個月要密切關注霍爾木茲海峽嘅局勢。如果郵輪開始航行並且用人民幣支付，咁你就見證咗新世界秩序嘅誕生。特朗普正處於進退兩難嘅境地，佢一係接受通過談判達成協議而遭受嘅政治失敗，該協議可能比我哋以前達成嘅協議更糟糕；一係加倍投入戰爭土地，咁可能會摧毀佢承諾要保護嘅經濟可負擔性。有一樣嘢可以肯定，炸彈唔只會炸中目標，仲會改變政治格局。而家2026年嘅政治形勢話俾我哋知，美國無可爭議嘅美元時代正面臨住有史以嚟最大嘅考驗。呢個考驗就喺霍爾木茲海峽3.7公里之間發生緊。世界變得好快。我哋過去50年一直遵守嘅規則，而家都即時被改寫緊，務必保持信息暢通。如果你覺得呢篇分析對你有幫助，請點擊訂閱按鈕並分享此視頻。我哋將持續關注此事嘅發展。我哋下期再見。